行政會議通過香港科技大學籌辦第3間醫學院。病人政策連線主席林志友話，除咗增加醫生人手之外，希望科大可以為醫科生提供人工智能同埋機械人等醫療創新科技培訓。如果佢哋喺科研領域上邊係有一個較高嘅層次嘅話咧，我都期望佢哋點樣可以令到喺佢哋嗰個研究上邊用少啲嘅資源就可以協助到多啲嘅病人咧。我覺得呢個先至係大家期望。但係如果你話我哋有一啲比較精準嘅醫療科技嘅話咧，用一個小嘅科技可以協助多啲病人，或者一個藥物可以即係協助到一個比較廣泛群體嘅話咧，其實呢個我覺得係值得去期盼嚟緊咧，佢哋可以達到呢個咁嘅目的。科大指已經承諾將會投放超過70億籌辦新醫學院，並有6位臨床教授加入，將會喺全球招聘創院院長。科大目標喺2028年招收首批50名第2學位課程嘅醫科生，最快喺2032年畢業。